这届地动旱甲真热烈，连古迹嘛受损害，亲像中华鹿港天后宫大木煞位厝顶嘛崩溃。根据文化部统计，目前有超过50笪需要修复。地动来的时阵，庙埕怪歌灯摇摇海海，附近的店面甲游客拢真惊。吹三早起的这场地动，互真侪人惊一个。古迹业传出灾情，决定古迹中华鹿港天后宫，若是查结果召回，厝外大牛甲厝下也有壁损。山川殿、中殿以及我们后殿屋檐第2层跟第3层屋脊跟脊带的部分有明显的龟裂。伫台中的后里糖厂，这期登录真侪历史建筑的烟筒，也因为地动出现大面积翘起来崩落，也有真侪条壁损。糖厂讲，本来就已经向文化部争取要修理，工程就还未开始就拄到大地动，结果损害更加严重。暂时在这一段可能会有一阵期间，先把它封闭起来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让游客进去到里面。另外，花莲吉安的庆寿院是花莲的关键古迹，也是台湾现存上完整的日本式寺院。伫地动了也出现结构受损，表面翘甲真严重，现象甲雕塑也出现断气甲壁的情形，损害真严重。像这个上方已经严重的脱水。okay. 对，剧烈摇晃之下，左右摇晃之下都脱损了对，像这个这原来它的卡的地方已经都脱落了。文化部统计，到初三，各地文化资产财损总共59个所在，包括13个国定古迹、17个关定古迹、27个历史建筑、1个文化景观、1个自然建筑群。其中花莲较严重的包括吉安庆寿院等4个关定古迹，一个花莲古酒厂等9个历史建筑，一个自然的建筑群。因那边仔大东关受历史建筑万安庄桥等2个历史建筑物受损。另外，伫新北市的国定古迹、罗州的礼体，还有邦桥的林家花园也有受损。文化部表示，将会赶紧去现场会勘，协助各项修理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